好，hello 啊，大家好。咁我哋今日咧會繼續講呢個2023年啦 BAFS 嘅 Paper 2B，咁啊會講呢個第四題噶。咁啊第四題咧嘅 A 咧就話啦，要我哋說明企業咧去編製預算嘅一個目的。咁啊相對容易嘅一個題目啦，咁啊有溫書啦，背咗書咧，相對上都記得噶啦。咁佢個目的咧，咁其實咧只需要咧你寫咗其中咧四個啦嘅其中一個啦，就可以攞到2分噶啦。咁啊〜呢個計劃啦、控制啦、組織領導啦，咁呢四個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啦。咁喺另外一個嘅課題咧都會講到噶。咁啊計劃啦，咁啊首先咧就為企業啦提供一個方向啦，制定計劃啦去達成一個目標。咁例如啦，我哋今年咧嘅預算咧就可能話啦，我哋嘅預算係期望就係一間公司我哋嘅銷售額提升啦。咁呢一個咧可能就係一個計劃啦。我哋就會係透過一個目標啦，去制定一個計劃啦，提供一個方向啦。個方向就係我哋要提升銷售額。好啦，控制啦，就係講緊啦，為各個部門評估提供標準啦。咁啊，例如啦，我期望咧今次咧係提高咧10000蚊嘅銷售額，咁樣我就可以睇下我最終個銷售額係咪提高咗10000啦。組織啦，咁啊促進資源分配啊，部門之間嘅協調啦，領導啦，為員工提供可量化啦及明確目標，咁都係好容易寫到嘅。咁我自己咧都會建議啦，其實寫頭兩個啦，相對上咧會容易啲去寫到嘅。好，咁啊第二題啦，咁啊 B 啦，以下一間商號2022年度的財務資料啦，咁啊俾咗購貨總額啦、現金購貨啦、2022年平均應付貨款，咁佢而家咧叫你計應付貨款周轉率啦，咁啊要求啦小數點後兩位啦，咁啊如果佢冇寫咧，都寫翻小數點後兩位啦，相對上咧就會安全少少。好，咁啊好簡單啦，咁啊首先咧其實就係將呢個購貨總額啦，150萬啦，就減翻咧呢一個現金存貨總額150萬啦，咁啊減翻咧呢個現金購貨118萬蚊，最後啦就除翻個平均啦，幾個嘅平均嘅應付貨款，咁啊28萬，咁應該會計到1.14次出嚟嘅。咁記住啦，單位非常重要啦，冇單位咧係好容易啦，會俾人扣咗1分噶啦。好，咁啊，然後之後啦，佢就話啦，這商號咧2021年度啦嘅應付貨款周轉咧係6次，咁啊平均行業啦嘅相同啦，咁啊即係咧都係好好啦，6次上2021年度啦6次咧。係同咧行業咧基本上相同，咁啊即係非常好啦。咁啊而家叫你平均啦，2022年啦個表現喎。咁啊頭先啦，我哋計到出嚟啦，應該1.14次啦。咁咧我哋要講翻啦，呢個商號嘅應付貨款周轉率咧，明顯係比2021年平度同埋行業平均，我哋兩個都比較晒啦。嘅比率啦係低啦。咁啊我哋啦呢一個咧應付貨款周轉率啦，當然係越高越好啦。咁啊低咧即係找唔到數啦，俾唔到錢啦，係嘛？咁啊反映咗啦，去償還應付貨款嘅速度咧就慢咗啦。咁啊俾兩樣嘢嘅，一個比自己上年度低，一個比競爭對手慢。因為咧，我哋而家咧其實係比較緊兩樣嘢嘅，佢就2021年嘅年度啦，咁就係比較翻上年度啦，同埋啦呢一個競爭對手啦，行業平均同埋競爭對手啦。咁其實咧係因為咧佢喺個題目度咧，其實咧已經係俾咗咧2021年度啦。同埋行業平均嘅水平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喺答題目嘅時候咧，我哋盡量咧都係答齊翻啦題目俾你嘅嘢，咁因為題目俾得你嘅嘢咧都係有用噶啦，所以就答咗，咁就啱啦。咁啊1分啦，基本上我哋就比較翻，咁比較完之後咧，我哋可能就寫啦原因啦，俾翻個原因去啦，點解周轉不靈啊？唔係，即係我哋就可能話啦，因為佢周轉不靈，所以啦，佢就唔能夠咧係償還呢啲嘅應付貨款啦。